各位觀眾，係時候埋位啦！呢度係今期托，今日係8月18日，我係你哋嘅主持人沈哲瀚律師。知法犯法，華裔警察醉駕傷害市民。嗱，喺我哋聽呢一單嚴重魯莽嘅法庭案件之前咧，我哋聽咗另外一單案件先啊。柏克萊學生疏忽導致17戶住宅水浸。嗱，呢單案件咧嘅主人翁咧就係一位叫 Jeffrey Chan 嘅柏克萊嘅博士學生。咁就話事發咧，其實咧就係喺2023年嘅4月15日。嗱，咁地點咧就係三藩市嘅蘇麻區。嗱，具體嘅地址咧就係 Folsom 街631號呢座嘅公寓大樓嗰度。嗱，咁案情指出啊，呢個阿 Jeffrey 咧當時咧就係一位租客，佢同佢嘅 roommate 一齊咧就租呢個6B 嘅單位嘅。咁佢哋咧喺呢一個單位裏邊咧就一路簽咗租約，就喺度居住冇問題嘅。咁而業主咧又係另外一位嘅華人，叫做 Rachel Lynn 林小姐。咁但係咧去到2023年嘅4月15日嘅深夜咧，咁就有件事發生咗啦。因為咧阿 Jeffrey 咧當時啊，佢咧就溫書咧就溫到好夜，咁就臨瞓之前咧就想整下啲宵夜食下咁樣啦。咁佢就開着咗呢一個嘅煮食爐。咁但係開着咗煮食爐之後咧，佢就疏忽咧就瞓着咗覺。咁然後咧呢個煮食爐咧一路啲煙咧就飆出嚟，咁導致到咧呢一個消防嘅灑水系統咧就啟動咗。咁然後一路噴啲水出嚟，就噴到成間屋都係。咁就呢個消防局咧就係要call 嚟啦，就係去停止咗呢一個嘅消防系統，咁樣先至關咗呢一個嘅水掣。咁但係咧當時咧已經太遲啦，咁呢啲水咧浸到成個單位都係啦，甚至乎咧去到樓下嘅單位同埋全部嘅單位咧都有晒水浸。總共咧係17戶嘅住客咧都受到影響嘅。嗱，咁佢樓下嗰個單位咧就係亦都係另外一位嘅華人嘅業主，就係叫做 Christopher Chow 周先生。咁周先生咧原本咧就係租緊佢嗰個單位出去啦，就係收緊4400蚊一個月嘅租金。咁但係因為阿 Jeffrey 嘅疏忽咧，導致到佢個單位全部水浸晒啦，佢就要被逼咧要求啲租客咧係暫時性定搬出。咁但係一搬出咧，就已經係講緊有成年幾啦 ，OK， 總共14個月，直至到2024年嘅6月份咧，佢個單位咧先至完全咧去裝修完成，可以繼續出租。咁周先生咧就已經損失咗差唔多有77000蚊咁多嘅租金。咁依家咧周先生咧就去起訴呢一個Jeffrey 同埋樓上呢一個嘅業主林小姐兩個人。咁就聲稱佢哋咧就係疏忽導致到佢嘅單位水浸，蒙受呢一個經濟上嘅損失。OK， 依家咧就由我哋嘅記者 Lisa 為大家報道法庭新聞。大家好，我係 Lisa。40年通行權，新業主出變數。案件涉及舊金山 Pacific Heights 太平洋高地社區 Jackson 街嘅2196號同2198號兩個雙人物業，建於1902年。共用一個由 Buchanan 街進入嘅出入口。原告一方係 Namath Faye Family Trust， 即係萊梅斯費耶家族信託，持有2196號物業，我哋暫稱佢為費耶一方。被告一方涉及兩個信託，分別係 Danshui Recoverable Living Trust 隨單可撤銷生前信託，同 Kathleen Chow Living Trust 照海薩林生前信託。兩個信託都同2198號物業嘅所有權有關。呢個物業係位於街角嘅，我哋暫稱佢為徐照一方。早喺1985年，費耶嘅前業主已經同位於街角嘅徐照一方嘅前業主簽訂咗車庫租約，容許費耶一方使用街角物業嘅部分車庫空間。之後租約曾經修改，但車庫使用同出入通行安排一直都係延續嘅。根據案情文件，相關安排唔單止涉及車庫，亦包括經由街角嘅物業後方同埋側面通道進出，用於搬運物品、處理垃圾桶、園藝同物業維修等。
到咗2021年嘅7月，費爺嘅一方接手之後，雙方再次修改租約，但原有通行權及車庫使用安排仍然保留。更加關鍵嘅係，去到咗2025年嘅5月，破產法院曾確認呢份車庫租約仍然有效，即使該個物業之後轉手，租約亦繼續存在。但到咗2025年嘅11月左右，喺隨照購入物業之後，雙方關係開始惡化。費爺一方指稱，隨照一方開始限制佢哋進入車庫同埋使用相關通道，包括阻礙車道嘅通行，要求停止使用車庫，甚至否認費爺一方對爭議區域擁有進入或者使用權。費爺一方仲指稱，期間有工程令到佢哋嘅水電、煤氣同埋網絡服務受到影響。最終，費爺一方入稟法院，要求確認相關爭議區域嘅產權、使用權、通行權，同時處理雙方就車庫租約所產生嘅爭議，並追討因違約而造成嘅損失。目前案件仍然喺高院程序處理當中，如果有新嘅進展，我哋會喺之後嘅今期托節目再同大家跟進。多謝大家收聽。今期托節目係一檔周播節目，於2026年3月份開播，融入時事法律本土資訊，透過社交媒體網絡、YouTube、微信視頻號、小紅書、Facebook 等傳送，讓觀眾隨時可以掌握三藩市灣區嘅重點法庭新聞。每個星期以中文深入解讀複雜繁瑣嘅法律常識，隨住節目深入社區，傳播面同收視率穩步上升，係商業宣傳嘅最佳平台，為全面提升節目嘅製作質量同內容深度。歡迎商家網友特約贊助，支持灣區新媒體發展。知法犯法，華裔警察醉駕傷害市民。嗱，呢單案件嘅主人翁咧就係一位叫做 Ryan Kwan 關先生。咁啊原本咧就係受聘於呢個三藩市嘅警察局，就係做呢一個嘅巡邏警員嘅。咁其實咧，佢都係一位新仔嚟嘅啫。OK，啱啱係受僱喺呢個事發嘅時候。咁啊，事發咧就係2025年嘅5月17號嘅凌晨，大約2點鐘。嗱咁啊，案情指出咧，當時啊呢一個 Ryan Kwan 咧就喺一間酒吧嗰度咧，同一位嘅朋友叫做 Raymond Ma 兩個人一齊咧就飲酒，咁啊飲到醉醺醺。咁兩個人走出個酒吧之後咧，咁啊 Raymond Ma 咧就係有一部嘅寶馬嘅房車嘅，OK，相當之高性能嘅房車。咁兩個人咧就話：咦，Ryan 你依家做咗警察咯噃，咁即係如果你揸車，人哋都唔會捉你醉駕啦，係嘛？咁啊 Ryan 係啊，我依家係三藩市嘅警察嚟㗎啦 ，OK，咁就不如等我嚟開車啦。咁所以咧，阿 Ryan 咧就坐咗喺呢個駕駛嘅座位嗰度啦。咁咧悲劇咧就快發生啦。OK，咁事關咧，當 Ryan 咧將呢一架寶馬駛到去日落區嘅 Sunset Boulevard，OK 嗰個嘅嗰條街嘅時候咧，咁因為當時2點鐘凌晨啦，咁啊街又冇乜車，咁佢咧就用100米嘅高速咧，就係喺呢個 Sunset Boulevard 嗰度行駛，咁啊覺得好過癮。好有快感啦，係咪？咁但係咧，佢唔知道咧，原來當時路上咧就有一部嘅 minivan 小型嘅客貨車，咁裏邊咧就載住3位，亦都係華人嚟嘅喎，叫做 Johnny Chow、Betty Tran 同埋 Kevin Chow 3個人喺個 minivan 裏邊。嗱咁啊，可能係因為佢飲醉咗嘅原因啦。咁呢一位嘅 Ryan 警察咧就睇唔到呢架 minivan。咁然後從後邊咧好大力咁樣追尾撞埋呢個 minivan 嗰度，咁啊 minivan 咧後邊被撞咧，咁啊成架車咧就係喺半空嗰度飛咗上去，咁然後咧就撞咗埋去個燈柱嗰度，咁個燈柱咧就係馬上咧就係折開就2橛啦 ，OK，咁然後咧就搭咗落去架車上高，咁導致到咧呢3位乘客咧都有受傷，其中一位咧仲有生命危險添。咁所以咧，就警察咧就馬上到場咧，就拘捕咗呢位嘅 Ryan Kwan， 係咪？本身亦都係一位警察，一位知法犯法嘅警察，同埋一個嚴重魯莽 ，OK 過失去導致到他人受傷嘅警察。咁啊過咗2日之後咧 ，Ryan Kwan
就正式咧就被呢一個嘅法庭咧去提堂。咁啊檢控官咧起訴佢啦，就4項嘅罪價，直至到傷人嘅重罪喎。OK， 4個 felony 嘅重罪。咁就話而且咧警察局咧亦都開除咗佢啦，就唔俾佢再做警察啦。OK， 咁家下咧呢3位嘅受害人咧，佢哋咧就係入稟法院啦，做一個民事嘅索償，咁就要求咧對佢哋咧作出一個金錢嘅賠償。OK， 講緊係阿 Johnny、阿 Kevin 同埋 Betty 3個人。咁但係案情咧就有啲複雜性喺度啦。咁事關咧阿 Ryan Kwong 咧，佢就喺呢個刑事檢控嗰度咧就唔認罪。咁而呢個案件咧就仲未去審訊嘅。OK， 咁因此咧阿 Ryan 咧就同法官講啦，嗱，我喺美國憲法第5修訂嗰度咧就有一個完全嘅保持沉默嘅權利。OK， 即係呢個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即係話我係喺法庭嗰度咧。我一個字都唔使講嘅 ，OK， 因為我係有權係保持沉默。咁但係原告人咧，佢哋咧就依家除咗告阿 Ryan 同埋佢個朋友呢個寶馬嘅車主之外咧，佢哋仲告埋呢個三藩市嘅市政府喎。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啊，佢話當時啊呢個 Ryan 咧喺個酒吧度咧，其實仲有其他嘅警察同佢一齊飲酒。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警察局嘅疏忽 ，OK， 佢哋冇好好咁樣看管佢哋嘅警察，俾佢哋喺個酒吧度開 party，OK， 咁所以咧就告埋呢個三藩市嘅市政府。嗱咁啊，如果佢哋係要攞得呢啲咁嘅證據咧，佢哋必須要盤問呢個 Ryan 啦，從佢嘅口中咧講出究竟當晚喺酒吧佢同咩嘅人去飲酒，係乜嘢性質嘅一個嘅聚會咁樣。咁但係如果 Ryan 咧一直保持沉默咧，咁呢啲原告人啊都冇佢符嘅噃。咁所以咧原告人咧亦都同法官反對，佢話咧要呢個 Ryan 咧一定要受到盤問。咁最後法官咧就做咗一個妥協，佢就話咧容許啊呢一個案件咧就暫停，直至到2027年嘅2月份。咁啊法官就話咧，雖然啊佢考慮到咧呢個 Ryan 咧係有法律權利去保持沉默。咁但係啊，如果過咗成差唔多2年嘅時間咧，佢呢個刑事檢控咧，應該咧都可以去完結㗎啦咁樣。咁完結咗之後咧，咁 Ryan 咧就必須要去出庭啦，去應付呢一個嘅民事訴訟，同呢一啲嘅受害者咧作出一個交代。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今期嘅 Talk Talk Talk。咁啊，若果你哋係喜歡呢個節目嘅話咧，咁啊千祈記住啦，要訂閱呢個頻道，俾個讚好，同埋同你哋嘅朋友一齊分享呢個咁好睇嘅節目。我哋下星期2再同大家見面，拜拜。